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西潭乡有一座神山。去年的10月初3，台中丰原有一个姓刘的先师娘，摔落100米深的山谷来死亡。啊，讲迄个所在，昨下报告有人来摔死，是一个55岁姓平的太太，伊家己一个人上山要去找药草，无小心摔落50米深的山谷，讲当场心脏都停去，无喘气咯。 警察人员做伙将这个受伤的小姐扛落山要治疗，因过山路真歹行，加上受伤这个小姐已经无气啊。警察人员都爱赶路，因赶路的地点伫苗栗西潭乡的神山，是当地热门的登山路线。昨下晡，一个55岁姓平的小姐，敢若是一个人上山要买药草，无小心摔落50米深的山沟，当场就无气焰。后来在步道旁发现疑似伤者遗落的手机及拖鞋后，确认为坠落点。 警察人员讲，送去病院急救了后嘛是无效。这个山沟甲这个穿浅拖上山敢有关系？这个调查是讲，只要发生这款的意外，已经唔是头一摆啊。登上去步道这样。搜救人员伫草坡内救出一个女性的登山客，伊是台中丰原一间诊所医生的太太。去年10月对先生去爬山，栽落去100公尺深的山沟，嘛是救无活。甲这摆姓平小姐发生意外的地点差不多。 警察人员强调讲，西潭乡神山海拔是967公尺，是台湾首北岳之一。顶上3个点进前有几个路段，拢爱游索啊，这真有挑战性。假日的时，爬山的人较侪，较易发生意外。提醒乡亲，若想要爬，要好好考虑家己的能力甲体能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